近日，一則令全港都震驚嘅消息喺娛樂圈同粵劇界掀起好大風波。78歲嘅老戲骨羅家英第4次確診患癌，而且醫生親自證實佢時日無多。佢老婆汪明荃仲被爆出含住眼淚簽咗放棄搶救書。呢對一路攜手走過風風雨雨嘅夫妻，而家竟然要面對生死嘅嚴峻考驗。更加令人唏噓嘅係，兩個人冇仔冇女。呢個似乎成為咗佢哋一生最大嘅遺憾，而羅家英仲做出一個驚人決定，將8000萬遺產全部捐俾藝術基金。呢個舉動一出，全港都譁然，一場牽動全港嘅大戲就此拉開帷幕。一則嚟自香港星島頭條網嘅消息，好似重磅炸彈咁喺娛樂圈炸開。羅家英自己爆出第4次患癌，醫生評估佢剩餘壽命最多只有9年。呢個消息瞬間引起咗全港嘅關注。要知啊，羅家英係香港演藝圈嘅傳奇人物，從粵劇舞台到影視熒幕，佢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俾觀眾帶來咗無數歡樂同感動。羅家英嘅抗癌經歷真係可以話係一部波瀾壯闊嘅奮鬥史。早喺2004年，佢首次確診患肝癌，嗰陣時佢正處喺事業上升期。一場突如其來嘅疾病令佢不得不放下手頭嘅工作，同病魔展開生死搏鬥。幸運嘅係，經過手術治療同定期檢查，佢成功控制住咗病情。不過，命運似乎唔打算輕易放過佢。2014年，肝癌復發，再次將佢推向咗生死邊緣。但佢憑借住頑強嘅意志力同對生活嘅熱愛，又一次戰勝咗病魔。2019年，前列腺癌又揾上佢，但佢依然冇被打倒，依然堅強咁同癌症抗爭。但呢一次，前列腺癌復發，情況似乎比以往更加嚴峻。醫生詳細評估之後，俾出咗最多9年壽命嘅預判。對於已經78歲嘅羅家英嚟講，呢無疑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但佢卻表現出咗超乎常人嘅豁達。佢提出同癌症和平共處嘅理念，拒絕創傷性療法，希望以平靜嘅方式度過餘生。佢接受採訪時，嘴角掛住笑，好似拉家常咁講：醫生話仲有8、9年，我都快80啦，活到90歲夠本兒啦。呢句話一出口，彈幕裏面齊刷刷飄過坦然通透，但邊個又可以真正體會到佢鬢角白髮背後隱藏嘅故事呢？喺羅家英公開病情之後唔久，有內部人士爆料話，汪明荃喺醫院含住眼淚簽咗放棄搶救書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立刻引起咗軒然大波。大家紛紛猜測，呢對攜手走過數十年嘅夫妻，究竟經歷咗點樣嘅心路歷程，先會做出呢個決定。為咗還原現場，我哋採訪咗一位喺醫院工作嘅知情人士。據佢透露，嗰一日，醫院嘅病房裏面氣氛格外凝重。羅家英躺喺病床上，面色蒼白，但眼神裏面卻透出一股堅定。汪明荃坐喺床邊，緊緊握住佢嘅手，眼中滿係眼淚。醫生站喺一邊，向佢哋詳細解釋咗羅家英嘅病情以及後續可能嘅治療方案。家英，你而家嘅身體狀況好唔好？如果繼續進行一些激進嘅治療，可能會俾你帶來好大嘅痛苦，而且效果都唔一定理想。醫生語重心長咁講。羅家英微微咁點咗下頭，望住汪明荃講：阿姐，我唔想最後幾年喺醫院裏面度過，我想喺屋企睇睇花，聽聽戲，同你講下結。汪明荃嘅眼淚奪眶而出，佢哽咽住講：家英，我都聽你嘅，只要你舒服就得。隨後，醫生拿出咗放棄搶救書，汪明荃雙手顫抖住，簽咗自己嘅名。嗰一刻，病房裏面安靜到只可以聽到佢嘅抽泣聲。呢一場景真係令人不禁為呢對夫妻嘅心情所動容，亦都引發咗外界對於生命尊嚴同治療選擇嘅激烈爭議。有人認為放棄搶救係對生命嘅尊重，俾患者有尊嚴咁離開；而有人就覺得，作為家人，應該盡一切努力去挽救患者嘅生命，哪怕只有一絲希望。喺羅家英同汪明荃嘅病情引起關注嘅同時，佢哋冇仔冇女呢個事實亦都再次被提及。
成為咗大家熱議嘅話題。據悉，羅家英同汪明荃結婚多年，一直都冇要小朋友。有人覺得佢哋冇牽冇掛先可以咁灑脫，但反過來諗，冇仔冇女就一定冇牽掛咩？佢哋夫妻倆幾十年嘅感情，互相扶持住抗癌，難道唔算最深嘅牽掛？有內部人士透露，其實羅家英同汪明荃並非唔想要小朋友，只不過由於種種原因，一直未能如願。早年兩個人都忙於事業，汪明荃喺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，先後患上咗甲狀腺癌同乳腺癌，身體受到咗好大嘅影響。而羅家英都多次同癌症抗爭，身體狀況都唔容樂觀。喺呢種情況下，要小朋友對於佢哋嚟講，似乎成咗一種奢望。此外，羅家英嘅家族關係都頗為複雜。佢嘅父親羅家權、伯父羅家樹、堂兄羅家寶都係粵劇界嘅知名人物，家族喺粵劇界有着深厚嘅底蘊。不過，羅家英同家族中一些成員嘅關係卻並唔融洽。有傳聞話喺羅家英患病期間，家族中一些成員對於佢嘅病情以及財產分配問題產生咗分歧，呢都令佢嘅心情受到咗好大嘅影響。不過呢啲傳聞尚未得到羅家英及其家人嘅證實，只不過增添咗事件嘅神秘色彩。羅家英作為粵劇表演藝術家，對於粵劇嘅傳承與發展做出咗巨大嘅貢獻。佢自幼學習粵劇，1970年起組成多個劇團，開始粵劇生涯。憑借住紮實嘅功底同獨特嘅表演風格，喺粵劇界闖出咗一片天地。後來，隨着香港粵劇逐漸式微，佢開始轉向影視行業發展，但始終都冇忘記自己嘅粵劇根基。喺得知羅家英患癌嘅消息之後，粵劇界萬人聯署祈福，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復。呢個活動唔單止體現咗粵劇界對羅家英嘅敬重同關愛，亦都反映出粵劇呢一種傳統藝術喺傳承過程中所面臨嘅考驗。而家粵劇嘅發展面臨住諸多困境，觀眾群體逐漸老齡化，年輕一代對粵劇嘅興趣唔高，粵劇人才嘅培養都面臨住困難。羅家英一直以來都積極致力於粵劇嘅傳承與推廣，佢通過參演粵劇舞台劇，喺綜藝節目裏面展示粵劇魅力等方式，令更多人了解粵劇，喜愛粵劇。佢嘅病情都引發咗大家對於粵劇傳承嘅思考，點樣令呢一種傳統藝術喺新時代煥發出新嘅生機同活力，成為咗粵劇界亟待解決嘅問題。有業內人士表示，羅家英嘅病情或許會成為一個契機，令更多人關注粵劇嘅傳承與發展，推動粵劇界進行創新同變革。喺羅家英嘅病情引起廣泛關注嘅同時，佢做出嘅一個驚人決定，更加令全港為之震驚，8000萬遺產全部捐俾藝術基金。呢個消息一傳出，立刻引發咗社會各界嘅熱議、爭議同讚譽並存。支持者認為，羅家英呢個舉動體現咗佢嘅高尚品格同對藝術事業嘅熱愛。佢將畢生積蓄捐贈俾藝術基金，用於資助藝術創作、藝術活動同藝術家。呢個對於促進藝術事業嘅發展具有積極嘅意義。一位藝術界人士表示，羅家英先生一直以來都為藝術事業默默奉獻，佢嘅呢個決定將為藝術界注入新嘅活力，令更多藝術家有機會實現自己嘅夢想。不過，反對者就認為，羅家英同汪明荃冇仔冇女，將8000萬遺產全部捐俾藝術基金，似乎有啲唔近人情。佢哋覺得，羅家英應該為自己嘅晚年生活以及汪明荃嘅未來做好更充分嘅考慮。有網友評論道，雖然佢嘅精神值得敬佩，但畢竟人係有感情嘅，唔可以只考慮藝術事業，而唔顧及家人嘅感受。對於外界嘅爭議，羅家英同汪明荃尚未做出正面回應，但據佢哋嘅好友透露，兩個人其實早就已經有咗呢個打算。佢哋認為，自己一生都熱愛藝術，藝術俾佢哋帶來咗無數嘅快樂同成就感。佢哋希望自己嘅遺產能夠為藝術事業嘅發展做出貢獻，令更多人感受到藝術嘅魅力。隨着羅家英病情嘅逐漸惡化，佢嘅主治醫生都親自證實佢時日無多。
呢個消息令關心佢嘅人更加揪心，同時亦都令關於佢治療選擇嘅爭議持續發酵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黃博士接受採訪時表示，羅家英嘅前列腺癌已經到咗晚期，雖然而家有啲延緩癌細胞生長嘅藥物可以治療，但效果有限。而且考慮到羅家英嘅年齡同身體狀況，一些激進嘅治療方法可能會俾佢帶來好大嘅痛苦，影響佢嘅生活質量。羅家英先生選擇唔進行化療同電療，而係採用一些相對溫和嘅治療方式，呢個係佢對自己身體狀況同生活質量嘅一種考慮。我哋應該尊重佢嘅選擇，黃博士講道。不過呢個觀點並冇得到所有人嘅認同。一些醫學專家質疑前列腺癌5年生存率超99%，羅家英點解要放棄治療？佢哋認為現代醫學技術不斷發展，應該積極嘗試各種治療方法，爭取延長患者嘅生命。而臨終關懷專家就支持羅家英嘅選擇，佢哋認為78歲時選擇生活質量，而唔係痛苦延長壽命，係一種文明嘅進步。喺呢場治療爭議中，羅家英始終保持住堅定嘅態度。佢接受採訪時講：我唔想最後幾年喺醫院裏面度過，我想舒舒服服咁離開。我已經活到咗78歲，能夠經歷咁多，已經好幸運啦。佢嘅呢一番話，令大家見到咗佢對生命嘅豁達同從容，亦都令呢場爭議更加引人深思。羅家英4度患癌生命倒計時呢件事，就好似一場牽動全港嘅大戲，從病情公開到汪明荃簽署放棄搶救書，從冇仔冇女成不生遺憾到粵劇界萬人聯署祈福，再到8000萬遺產全部捐俾藝術基金，以及治療爭議持續發酵，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住懸念同爭議，引發咗社會各界嘅廣泛關注同深思。呢件事令大家見到咗生命嘅脆弱同無常，亦都令大家見到咗人性嘅光輝同偉大。羅家英同汪明荃喺面對癌症時嘅堅強同豁達，佢哋對於藝術事業嘅熱愛同奉獻，都值得我哋敬佩同學習。同時，呢件事亦都引發咗我哋對於生命尊嚴、治療選擇、家庭關係以及傳統藝術傳承等諸多問題嘅思考。喺呢個快節奏嘅時代，我哋常常忽略咗生命嘅珍貴同意義。羅家英嘅故事提醒住我哋，要珍惜當下，熱愛生活，勇敢咁面對生活中嘅挑戰同困難。而對於羅家英同汪明荃嚟講，無論未來點樣，佢哋都已經用自己嘅方式書寫咗一段傳奇嘅人生，佢哋嘅故事將永遠留喺大家嘅心中。